Hello， 欢迎收看《哥哥讲哈喂》，我是敏华。大家都知道呢，新闻主播的工作呢非常的迷人。不过呢，大家都知道，迷人的背后得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哦。而我刚刚说的新闻就是新闻，新闻就是新闻了。今天 GoGo 直击就带大家直击主播这个行业，走了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11杰，欢迎您收看八大新闻。法国迪士尼每天都得要看新闻，充实自己各方面的知识，才能够知道怎么报新闻。还有风文也是一门大学问，如果自己懂得不够多，风文就不够深入。只是很多人想问，怎么样才能够像主播讲话一样字正腔圆呢？哇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呢？一介主播真的好专业哦！今天我们就要教大家的就是新闻怎么说了。新闻呢就叫做新闻，新闻就是新闻了。为什么主播讲话可以字正腔圆呢？有什么方法呢？不能跟流行，不能跟风，不能常常讲台湾国语，因为到时候你的发音就会变得很特别。做新闻动辛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问主播喽，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职业病呢？一定要保护喉咙，所以要常常运动，不能感冒哦，否则你在播新闻的时候声音哑掉，没声音了，你就知道糗了。当主播呢，一定会遇到访问、风闻。那遇到风闻，到底要注意些什么？还有要仔细听这受访者跟你之间的问答，因为不一定呢会让你挖到大独家。新闻改透露，动辛苦。主播的工作也很辛苦，没有假日之外，更是风雨无阻，没有办法随时陪在家人的身边，而且为了讲求效率，常常得要赶时间、赶新闻，所以光鲜亮丽的背后，也付出了相当多的杂忙大表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敏华带着我们认识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，真的很辛苦，谢谢你们。当然喽，我们认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新闻，新闻，新闻。第二个呢就是访问，访问，访问。第三个来看到一整句话喽，来看到这句话就是新闻工作很辛苦。新闻嘅透露當辛苦，新闻嘅透露當辛苦。新闻工作以及各行各业的人，大家都非常的努力，很辛苦，大家要一起加油喽！下次见，拜拜。